台师大12月20日的校务会议通过大学部工业教育系对114学年度开始要停止招生，敢若剩硕士班甲博士班会继续来开。这步棋是佫引起校友甲教育团体不满。 台师大工业教育系有70档的历史，是台湾第一个基职教育的师培学系。即马传出114学年开始停招学士班，引发部分校友甲全高中的不满。校方12月29办记者会，科技甲工程学院、师资培育学院两院的院长亲身来说明。那未来如果真的转型的话，就是把这一个公教系目前在培养的动力机械群跟电机电子群的电机专长，就是移给车辆与能源工程这边培养。 那由公教所来统筹。师资培育法实施了后，学生无一定读师培，读师培的人嘛无一定去教册。校方表示，公教系就要转型，调整招生的策略，基职师资转去其他的专业系所，甲硕士、博士班教册。公教系分出来这些不同系所，它能够提供更专业的专业课程之外，学生在这些我们的师培员额也都会分到这些系所去。 台师大统计，电机电子学群的学生教册意愿有较低，主要是因为做技术加趁足济。全高中也搁再一摆呼吁教育部盘点基职师资的安全数量。电机电子群算是一个大宗的科目，然后连电子科要招聘老师都出现应考人数很少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只能在这3个里面挑人啊。尤其是台积电的这个虹吸效果哈。 啊，把一些电机电子群的学生，大概都甚至包括我们机电的都吸走了啊。台师大强调，目前师培数量有够，只是较无条文，愿意协助教育部盘点各类师资的需求，也甲全高中同款，呼吁政府提高公费基职师培生的比例。记者综合报道。